先知受苦嘅詩歌，講出耶穌基督為承擔眾人嘅罪過而犧牲自己。恭讀依撒意亞先知書，請看，我的僕人必要成功，必要受尊榮，必要被舉揚，且極受崇敬。又如許多人對他不勝驚愕，因為他的容貌損傷得已不像人，他的形狀已不像人子。同樣，眾民族也都要對他不勝驚異，眾君王在他面前都要閉口無言，因為他們看見了從未向他們講述過的事，聽見了從未聽說過的事。有誰會相信我們的報道呢？上主的手臂又向誰顯示了呢？他在上主前生長如嫩芽，又像出自乾地中的根苗。他沒有頌美，也沒有華麗，可使我們瞻仰。他沒有儀容，可使我們戀慕。他受盡了侮辱，被人遺棄。他真是個苦命人，熟悉病苦。他好像一個人們掩面不顧的人。他受盡了侮辱，因而我們也視他如無物。然而，他所背負的是我們的疾苦，擔負的是我們的疼痛。我們還以為他受了懲罰，為天主所擊傷和受貶抑的人。可是他被刺透，是因為我們的背逆；他被打傷，是因為我們的罪惡。因他受了懲罰，我們便得到了安全；因他受了創傷，我們便得到了痊癒。我們都像羊一樣，迷了路，各走各自的路，但上主卻把我們眾人的罪過歸到他身上。他受虐待，仍然謙遜忍受，總不開口，如同被牽去待宰的羔羊，又像母羊在剪毛的人前默不作聲。他也同樣不開口。他受了不義的審判，而被除掉。有誰懷念他的命運？其實他從活人的地上被剪除，受難致死，是為了我人民的罪過。雖然他從未行過強暴，他口中也從未出過謊言，人們亦把他與歹徒同埋，使他同作惡的人同葬。上主的旨意是要用苦難折磨他。當他犧牲了自己的性命，作了贖罪祭時，他要看見他的後輩延年益壽。上主的旨意也藉他的手得以實現。在他受盡了痛苦之後，他要看見光明，並因自己的經歷而滿足。我正義的僕人
要使許多人成義，因為他承擔了他們的罪過。為此，我把大眾賜給他作報酬，他獲得了無數的人作為勝利品，因為他為了承擔大眾的罪過，作了罪犯的中保，犧牲了自己的性命，以至於死亡，被滅於罪犯之中。上主的話。謝天主。上主，我投靠你，總不會受用。求你憑你的公義將我救出，我將我的靈魂交託在你手中。上主，信實的天主，你必拯救我。我的仇敵都辱罵我，我的四鄰都恥笑我，我的知己都憎恨我，路上的行人都遠避我，我被人全心忘掉，猶如死人，活像一個被拋棄的破舊瓦盆。我仍舊依靠你，上主。我說你是我的天主，我的命運全掌握於你手。求你救我脫離敵手，擺脫一切迫害我的仇敵。求你以你的慈容光照你的僕人，求你以你的仁慈把我救出。凡信賴上主的人，請鼓起勇氣，振作精神。經驗講及耶穌基督身為天主子，仍透過苦難來救贖我，正好表現他各是一位能體恤我們軟弱的救主。恭讀致希伯來人書，弟兄姊妹們，我們既然有一位偉大的
一位不能同情我們弱點的大司祭，而是一位在各方面與我們相似，受過試探的，只是沒有罪過。所以，我們要懷着依恃之心，走近恩寵的寶座，以獲得仁慈，尋到恩寵，作及時的輔助。當基督還在血肉之身時，以大聲哀號和眼淚，向那能救他脱離死亡的天主，獻上了祈禱和懇求，就因他的虔敬而獲得了撫慰。他雖然是天主子，卻由所受的苦難學習了服從，且在達到完成之後，為一切服從他的人成了永遠救恩的根源。上主的話。感謝天主。今日誦讀嘅福音指出耶穌將苦難克勝了人類嘅罪過，而完成了天主救贖人類嘅工程。為使大家投入及默想福音嘅苦難敘述，請各位教友誦讀群眾嘅部分。為連接基督嘅福音，請各位記下。我已給你們説了，我就是，你們便找
這是為應驗耶穌之前所說過的話：你賜給我的人，我連一個也沒有喪失。西滿伯多祿有一把劍，就拔出來，向大司祭的一個僕人砍去，削下了他的右耳。那僕人名叫馬爾何。耶穌就對伯多祿說：把劍收入鞘內，父賜給我的杯，我怎能不喝呢？於是兵隊、千夫長和猶太人的差役拘捕了耶穌，把他捆綁起來，先介送到亞納斯那裏。亞納斯是當年的大司祭蓋法的岳父，就是這個蓋法曾給猶太人出過主意，叫一個人替百姓死是有利的。那時，西滿伯多祿同另一個門徒跟着耶穌。那門徒是大司祭所認識的，便同耶穌一起進入了大司祭的庭院。伯多祿卻站在門外。大司祭認識的那個門徒出來，對看門的侍女說了一聲，就領伯多祿進去。那看門的侍女對伯多祿說：你不也是這人的其中一個門徒嗎？伯多祿說：我不是。那時，僕人和差役因為天冷，就生了炭火，擔着烤火取暖。伯多祿也同他們站在一起，烤火取暖。大司祭審問耶穌關於他修徒和施教的事。耶穌回答他說：我向來公開對世人講話，我常常在會堂和聖殿裏，接觸猶太人所聚集的地方施教。在暗地裏，我並沒有講過什麼。你為什麼問我？你問那些聽過我的人，我給他們講了什麼？他們知道我所說的。耶穌剛說完這話，侍立在旁的一個差役就打了耶穌一個耳光，說：你就這樣答復大司祭嗎？耶穌回答他說：我如果說得不對，你指正哪裏不對？如果我說得對，你為什麼答？亞納斯於是把耶穌捆綁，帶送到大司祭蓋法那裏。西滿伯多祿仍站着烤火取暖。於是有人向他說：你不也是他們中的一個嗎？伯多祿否認說：我不是。有大司祭的一個僕役，是被伯多祿削下耳朵那人的親戚，對伯多祿說：我不是在山園中看見你同他在一起嗎？伯多祿又否認了，立刻雞就叫了。然後他們從蓋法那裏把耶穌介往總督府。那時是清晨，他們自己卻沒有進入總督府，怕受了沾污，而不能吃逾越節羔羊。因此，彼拉多出來到外面向他們說：你們對這人提出什麼控告？他們回答說：如果這人是作惡的，我們便不會把他交給你。彼拉多便對他們說：你們自己把他帶來，我照
於是比拉多又進了總督府，叫耶穌過來，對他說：你是猶太人的君王嗎？耶穌回答說：這話是你自己說的，或是別人都給我依對你說的？比拉多回答說：莫非我是猶太人？你的民族和司祭長把你交給我，你做了什麼？耶穌回答說：我的國不屬於這世界。如果我的國屬於這世界，我的神民早已反抗了，使我不至於被交給猶太人。但是我的國不是這世界的。於是比拉多對耶穌說：那麼你就是君王了。耶穌回答說：你說的是，我是君王，我為此而生，我又為此而來到世界上，為給真理作證。凡屬於真理的，必聽從我的聲音。比拉多於是說：什麼是真理？說了這話，比拉多再出去，到猶太人那裏，向他們說：我在這人身上查不出什麼罪狀，你們有何關係？在逾越節，我為你們釋放一人，那麼你們願意我給你們釋放猶太人的君王嗎？他們就大聲喊說：不要這人，要巴拿巴。巴拿巴原是個強盜。那時，比拉多命人把耶穌帶去鞭打，然後兵士們用荊棘編了個刺冠，放在耶穌頭上，給他披上一件紫紅袍，去到他面前說：兵士並打了耶穌耳光。比拉多又出去，到外面向他們說：帶他出來，為叫你們知道，我在他身上查不出什麼罪狀。於是耶穌帶着刺冠，披着紫紅袍出來。比拉多就對他們說：司祭長和差役一看見耶穌，就喊說：釘在十字架上，釘他在十字架上。比拉多對他們說：你們把他帶去，釘在十字架上吧。我在他身上查不出什麼罪狀。猶太人回答他說：我沒有法律，按法律，他應該死，因為他自命為天主子。比拉多聽了這話，越發害怕，於是又進了總督府，對耶穌說：你到底是哪裏的？耶穌卻沒有回答比拉多。於是比拉多對耶穌說：你對我也不說話嗎？你不知道我有權釋放你，也有權釘在十字架上嗎？耶穌回答說：如果不是上天賜給你，你對我什麼權柄也沒有。為此，把我交給你的人，罪過更大。從此，比拉多設法要釋放耶穌，猶太人卻喊說：你如果釋放這人，你就不是我殺人犯了，因為凡自命為我的，就是背叛在神。比拉多一聽這話，就把耶穌領出來，到了一個名叫石窟地，希伯來話叫加巴達的地方，坐在審判座上。時值逾越節的預備日，約莫第6時辰，比拉多對猶太人說：你們的君
比拉多對他們說：眾司祭長回答說：於是比拉多把耶穌交給他們去釘死，他們就把耶穌帶走。耶穌自己背着十字架出來，到了一個名叫髑髏的地方，希伯來話叫哥爾哥達。他們就在那裏把耶穌釘在十字架上。同耶穌一起被釘的還有兩個人，一個在這邊，一個在那邊，耶穌在中間。比拉多寫了一個牌子，放在十字架上端，寫的是納匝肋人耶穌，猶太人的君王。這牌子有許多猶太人看了，因為耶穌被釘十字架的地方離城很近，是用希伯來、拉丁和希臘文寫的。於是猶太人的司祭長就對比拉多說：要寫猶太人的君王，該寫他自己說我是猶太人的君王。比拉多回答說：我寫了就寫了。經時將耶穌釘在十字架上後，拿了他的衣服分成4份，每人1份，又拿了他的長衣，因那長衣是無縫的，由上到下渾然織成，所以他們彼此說：我們要把他撕開，我們則識他是誰的。這就應驗了經上的話：他們瓜分了我的衣服，為我的長衣，他們拈鬮。士兵果然這樣做了。在耶穌的十字架旁，站着他的母親和他母親的姊妹，還有克羅帕的妻子瑪利亞和瑪利亞瑪達肋納。耶穌看見母親，又看見他所愛的門徒站在旁邊，就對母親說：女人，看你的兒子。然後又對那門徒說：看你的母親。就從那時起，那門徒把他接到自己家裏。此後，耶穌因知道一切都完成了，為應驗經上的話，於是說：我有一個盛滿了醋的器皿放在那裏，有人便將海綿浸滿了醋，綁在長槍上，送到耶穌後邊。耶穌一嘗了那醋，便說：完善了。耶穌就低下頭，交付了靈魂。猶太人因那日子是預備日，免得安息日內和那安息日原是個大節日，屍首留在十字架上。後來請求比拉多打斷他們的腿，把他們拿去。經時於是前來，把第一個人的，並與耶穌同釘在十字架上的第二個人的腿
及至來到耶穌面前，看見耶穌已經死了，就沒有打斷他的腿。但是有一個士兵用槍刺透了他的肋旁，立刻就流出了血和水。那看見的就作證，而他的見證是真實的，並且那位知道他所說的是真實的，你叫你們也相信。這些事發生，正應驗了經上的話，不可將他的骨頭打斷。經上另一處又說，他們要瞻望他們所刺透的。這些事以後，亞黎馬特雅人約瑟，他因怕猶太人，暗中作了耶穌的門徒，代求比拉多，為領取耶穌的遺體。比拉多允許了，於是他來把耶穌的遺體領去了。那以前夜間來見耶穌的尼哥德摩也來了，帶着沒藥及沉香調和的香料，約有100斤。他們取下了耶穌的遺體，照猶太人埋葬的習俗，用殮布和香料把它裹好。在耶穌被釘十字架的地方，有一個園子，在那園子裏有一座新墳墓，裡面還沒有安葬過人，而因是猶太人的預備日，墳墓又近，就在那裏安葬了耶穌。上主的話。所以佢哋找耶穌，佢哋話耶穌帶一個罪犯去參走。耶穌當時喺佢哋面前講好多嘅説話，同埋行咗好多嘅奇蹟。耶穌想教訓佢哋，改變佢哋，因為當時嗰班人咧，佢個生格，佢哋嘅驕傲。佢哋嘅自私，所以耶穌想教訓佢哋，佢都會改變，但係佢唔行。佢哋覺得耶穌是犯違反佢哋嘅安息日，觸動到佢哋嘅法律，同埋你耶穌咧對佢哋嚟講冇安全感，所以佢哋咧就尋找耶穌，要殺死耶穌。所以我一路睇住今日嘅福音裏面。佢哋對耶穌嗰份係好惡，佢哋攞咗劍，佢哋喺耶穌面前第二次官剝去佢嘅衣服，鞭打凌辱，最後獻在十字架上。所以耶穌喺佢面前
變成一個罪犯。所以耶穌呢，一路咁樣服從，佢相信呢個係父嘅安排。耶穌係天主子，佢嚟到呢個世界上，為咗人類受苦受難。所以佢今日俾人哋定死，同我哋每一個人係息息相關。佢嘅死係因為人類嘅罪。所以當時嗰班人去查到耶穌，話耶穌講穿咗罪犯。所以今日我哋坐喺呢度，我都係查到耶穌嘅人。耶穌佢查到係點樣一個人咧？都係拿撒勒人耶穌。佢當時嘅人一樣，天主耶穌唔認。所以今日我哋坐喺呢度，我哋查到耶穌。我哋當耶穌係一個咩人咧？佢係我哋嘅主，佢係我哋嘅主，佢係我哋嘅君王。然後相信，如果唔相信，我哋啱啱冇錯喺度。但係我哋每次去聆聽天主聖言，我哋聽到耶穌基督嘅教訓，我哋要點樣呢？佢教訓我哋要脱離罪惡，佢想帶領我哋喺光明當中行走。但係好多時咧，啲人好容易變，好似當時嗰啲猶太人喺耶穌仲有耶路撒冷，佢高呼喺度喊叫，何塞那，教會支持。佢哋講耶穌做我哋嘅君王，但係做咗幾日之後咧，呢班人變咗，都係呢班人犯賤，定死佢。要佢哋嘅期望，佢哋覺得佢哋期望耶穌係佢哋嘅君王，政治嘅君王。到最後唔係喎，就即刻變咗轉咗，佢哋期望喺耶穌身上得唔到，佢哋覺得耶穌唔係佢哋期望嗰個人。所以今日我哋講得啱，我哋喺呢個信仰裏面，我哋尋找耶穌，我哋期望係乜嘢咧？好多時唔喺嗰個期望上面嘅，而係我哋尋到耶穌，主教訓我哋，叫我哋喺生活當中點樣去做嘅。但係咧，人嘅軟弱，人嘅惰性，使到我哋好多時咧唔聽，甚至咧按照我哋嘅私欲偏見，我哋想做乜就做乜。耶穌教訓我哋，我哋做人嘅規矩嘅，我哋要遵守誡命嘅，天主嘅誡命已經喺我哋心中。但係好多時咧，我哋做人嘅時候都忘記咗，天父係愛嘅天父，係人性嘅天父，佢用得合作愛嘅榜樣。尋晚我哋會行最後晚餐，佢話你哋彼此相愛，如同我愛咗你哋一樣。呢個愛嘅榜樣，天主會啱。所以我哋尋求佢，我哋跟隨佢，我哋按照佢嘅教法，佢嘅榜樣去做，我哋彼此相愛，我哋彼此奉獻。所以好多時，我哋咧做都唔到，唔乖。所以今日我哋再一次喺呢個聖週，我哋紀念耶穌基督嘅苦難，係因為我哋嘅罪被釘在十字架上。所以我哋每生感到悔疚。我哋如果一次咁樣犯罪咧，就係再一次以耶穌喺十字架上。
所以我哋喺我哋生活當中，我哋應該會灑錢付教法律嘅嘢，我哋會灑錢。如果我哋每次相反嗰啲信仰嘅嘢咧，都係基於我哋十字架。如果我哋否認我哋嘅主，我作為定主係十字架。所以各位弟兄姊妹，我哋而家參考。但我哋跟隨咗，所以我哋好好喺生活當中去摸索我哋嘅信仰，我哋慢慢去改變自己。天父知道我哋人生係軟弱，佢知道我哋每個人都會犯錯，所以我哋天主會都留咗修護善事，天主會都留咗善體善事，我都會領受。佢俾我哋力量，俾我哋恩典，佢同我哋一齊面對我哋生活當中所有嘅事。即使我哋面對幾大嘅困難挑戰，我哋唔好怕，主與我哋同在。但係好多時咧，我哋忘記咗。所以各位弟兄姊妹，我哋今晚為咗參與心，或者唔同苦心，我哋喺度紀念耶穌基督嘅苦難。佢同我哋喺一齊，佢一路挑戰住我哋，所以我哋唔係一個人。所以我哋今晚記住耶穌基督嘅俾人哋刺透，俾人哋懲罰，俾人哋打傷，俾人哋殺死，係為咗我哋，為咗我哋每一位嘅安全，為咗我哋每一位嘅痊愈。所以我哋應該感恩感謝天主，同埋咧同一時間去到紀念耶穌基督嘅苦難，為咗我哋獻上嘅十字架上。所以我哋默想耶穌基督嘅苦難，佢帶俾我哋佢嘅苦難，帶俾我哋真正嘅平安，帶俾我哋真正嘅